台北国际电动展览今日开幕，今年是拢总有30个国家来参加，超过350种的电动游戏。主办单位嘛，呼吁政府爱增加预算来补助 AI 产业，带动产业的转型。台北国际电玩展登场，该市早起9点，大家透早5点就来排队。其实也没有要抢什么，就是都来看看。各家厂商会招是800款，吸大家眼光。经典游戏心无之塔，依然有4种的卖场，大家登录度，要有业者组织136寸的超大显示幕，满足游戏当中视觉感官的快感。视听设备结合以后，它那个呈现的立体效果，让玩家可以更能够融入这个游戏当中。加州全球今年第一个大型电玩展，有全球30个国家346间业者参加。今年上大的大会任天堂，敢若展出到150个大会。除了经典的马里奥甲碧姬公主会出现伫会场，也有破100款今年才要上市的游戏，拢会伫现场全部欣赏到。为了推动游戏产业的发展，持续透过挹注资金、连接国际、健全产业环境等面向，推动数位游戏产业的发展。现场是客家10统统，对总富山雕像工行结束。主办电玩展的台北市电脑工会理事长余元呼吁，政府要充足预算挹注 AI 产业，带动产业的转型。我们认为，在整个总体国家的这个数位发展上面，还是需要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政策的推动。连续4家电玩展陆续展开，包含电脑、VR 实境加手游，什么拢有，展出超过350款的游戏。业者唱功、hiệu歌加春节相机，每项精彩丰富内容，将大家心撩安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